一般来讲，老人家讨厌会有3到5种嘅慢性病，有认真家家睇毛孔镜医院看呢，也算毛孔科。故所谓到老人家爱食的药嘅会有5种国家喎。唔过也许多人等上无照时间来食药嘅，国家假是喺大睇个草地嘅卫所医疗资源个不足，会问医生看爱拿药嘅，如果唔理偏，一群嘅药师都成立俾行通药房。免费送药嘅多人路卡，將會減少健保嘅浪費。藥師嘅專業也韓國時代發揮，實際去了解大家用藥嘅嘅狀況，看病人有乜嘅問題愛問冇，為病人來把關，同病人嘅關係也韓國親呢。奶奶，奶奶，你坐在外面坐很久了。對呀，哎，幫你送藥過來。伊哋阿伯婆自家草地門口，逐定拍相子，膚色時種富嘅男人兒，拿定藥台嘅行前去，兼係隨種醫院，既係藥師，也係台灣罕見嘅免費醫療服務，就會留藥嘅送到醫護卡。特陣嘅總管用藥師，佢自家會留醫生開本阿伯婆嘅慢性藥單嘅藥片送到醫護卡去，被身邊嘅關心，佢要乃唔從快冇，還要用藥嘅情形。佢是講食唔錯，做唔得咯。我而就會分開咧，拿一隻鼻嘅，冇做嘅下邊按到養鹽只點切佢又拉冇，又冇再飲食家家又唔抵，這又造鹽家家就會重濕到啦。當接觸到他，其實我們都會有印象說，奶奶這次狀況怎麼樣？講話狀況怎麼樣？他的氣色好不好？或者說他講話有沒有力氣？或者說他講的內容如何？那可以慢慢的感覺出說，奶奶最近狀況好不好？藥師啟動醫護卡服務，除睇看得到其服務嘅人客身體嘅情形，韓國同其他患者用藥嘅問題。安尼喺度卡種下嘅老人家，也唔是為到拿藥嘅碰上碰下，未就卡唔會發生乜嘅危險。有啦，有下方便啦，係啊。冇係搭埋咗即係去，跟住搭埋咗都按生意人係送多來，我將去問佢，冇係即係下邊又唔記得，也比頭份也坑你又拿了，你也唔是去拿嘞。是設身處地的想，我們把這個畫面拉近到一個老人家，如果他拄着拐杖從一個山區慢慢的走一個小斜坡，再坐他的公車到達他原本就醫或他想去的藥局的領藥。那他們在家裡，我們第一個把他們所需要的醫療資源帶進去，再來說減少他們出外造成的風險。現時留藥嘅送到屋卡嘅藥局，由設備專門送藥嘅藥師，成立5年來，已經累積3000人嘅會員，韓國550間嘅安藥機構，全台灣都有，連阿里山當都沒有。每認證一道客戶都會第一種下嘅素材，一個藥師會負責大概3到4個驗屍，營業時長嘅至少會是250公里，工作嘅負擔其實也大。我們常常最常發生就是在車上，可能路邊就開始吃飯，然後吃完飯就繼續下一個阿公阿媽的家裡。那這一個就跟醫療一樣，是個承諾，是個信守。那要讓他們安心，所以其實等於雖然說節省了我們吃飯的時間啦，那可是可以讓我們被服務的人感到更多的信賴。第一是照顧的機構，他剛剛講的基金會，是拒不去。為有日項服務係由藥師黃兆元上到嘅，醫護卡本單就係開藥房。基本單同藥行內開始工作過後發現，一般人講到病痛自然就會想到醫生，台灣人對醫生還卡係尊敬，講到藥師就冇乜嘅了解。因為藥師日行正業唔單淨係急藥嘅天氣，還動有好發揮。送藥到府的服務其實是一個出發點，真正我們想要做的是扮演一個社區營造或者公共衛生推廣的這個角度。那讓民眾知道說，藥師的角色不是只有拘泥在那個藥，是可以從他的生活作息裡面去幫助他解決很多的困難跟問題。
民众如果有问题的话，以往可能只有短短的可能几秒钟的时间可以跟他有接触，那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就是详细的跟他解说用药的问题，那或者是回答他的一些问题。不過條下馬會推廣藥控服務無限簡單，現正數嘅病人有醫生開嘅慢性用單呢，就做嚟同佢亞條嘱咐，乃日為藥控服務係唔是半先錢，而到老人家老到係獨到嘅詐騙集團。有罪講到無後難水，佢條都唔信。下後黃兆宇同團隊嘅成員就明到，佢就對運用技巧嚟做儀式，請服務嘅對象。後來我們發現說，安養機構它其實也是在藥事服務上面一個真空的地帶。我們發現安養機構其實需要藥師介入的部分蠻多的。這樣子把三四個鄉鎮串在一起，它有經濟規模的時候，我們就派一個人在這3個地方服務，它就會有效率。他就有辦法獲利。對技巧打開嘅通路，松用嘅嘅用時，未同運用技巧嘅護理人員開嘅教育訓練嘅課程，甚至大家嘅按用藥嘅可能產生嘅高副作用，無就係副作用，提供本醫生看診來做開藥嘅建議。以一個長輩來說，其實他們平均來講啊，最少會看3到4個科別。當每一個科別我們只開2個藥。4個科別就最少開8個藥了。那以我們的藥師的觀點來看，只要超過同一時間用超過7個、8個以上的用藥，其實它交互作用的機會就很高。那有這個部分，由我們來介入機構，造福他們著名的用藥的部分，其實可以大大的減少他們用藥的交互作用，減少他們用藥的產生的副作用或狀況出現。松用嘅多技巧，含做的結結卡種下所採嘅技巧，有冇唔大嘅問題？因為這附近的醫院，它規模畢竟沒有那麼大，對。那像有一些家屬，他們是在新竹，可能台大或是馬偕醫院，那他們用藥可能就是原廠的，就是種類會比較多，對。那可能就近的藥局的話，他們領的。有時候要去領的時候，他們可能又要叫貨，對。那對於住這邊阿公阿嬷的用藥，可能就銜接不到，這樣子又要等他們叫藥過來。全台灣頭一個老用嘅送到年貨卡嘅服務，安尼用時就唔單槍係禁用嘅，還溝通民眾講愛用嘅用嘅天天嘅上分人，係平日成家空嘅好幫手好朋友。比對藥行服務，每位同自家照顧，同老人家送返村嚟嘅合用下，安尼台灣歸下嘅醫療環境品質就會更加好，更加舒適。